冇一種狀態，其實你覺得自己係好努力啦，好善良啦，而且好體諒其他人，但係呢，點解你嘅人生呢總係呢差一口氣，就硬係有少少唔係好順，同埋有啲卡卡地咁樣，機會呢明明喺面前，突然間呢就會走咗，咁你呢就會喺度諗啊，係咪我運氣唔好啊？定係因為環境唔好，跟住或者係咪因為人哋影響咗你啊，所以搞成咁？但係其實呢，你最大嘅能量殺手呢，從來都唔係外界，就係你自己。咁好多人呢，每一日呢都喺度內在咁樣消耗自己，其實即係等於內在嘅自殘。咁只係呢，自己完全冇發現呢一個行為呢，其實係長期自我否定啦、自我懷疑啦，同埋自我挑剔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好多人有嘅內心小劇場嚟嘅。咁今日呢，我好想喺呢一集入邊呢，就同大家呢深度咁樣拆解，點解呢自我否定呢係會徹底咁樣呢壓低你嘅人生頻率呢？同埋我會俾3個可以每一日做，同埋真係有效，同埋翻轉到你嘅能量狀態嘅高頻練習。咁好啦，咁呢，喺第一部分呢，我想講嘅就係點解我哋可以會自我否定而令到自己傷咗磁場呢？咁其實呢，一般嘅負能量啦，同埋外界嘅干擾啦，其實都係一啲好短暫嘅嘢嚟嘅啫。咁有時人哋同你講咗一句，或者你覺得環境唔好，或者你嗰下情緒唔好，其實應該要讓過咗就過咗啦。但係呢，通常呢，你就會有時會覺得啊，我都要自我否定下，跟住呢，連24小時之內呢，就不停咁樣循環住諗住頭先嘅嘢。咁你嘅潛意識呢，每一日呢都不斷咁樣重播緊啊，我唔夠好啦，我唔夠優秀啦，或者我一定係未做好啦，咁我嘅價值係唔值得被愛啦，或者我嘅運氣就係咁差啦，或者我係比唔上別人啦，呢啲咁嘅劇場呢，其實呢就喺你個腦海入邊好有機會不停咁樣循環緊，循環緊。咁呢一啲呢，唔係講緊單純嘅心情唔好喎，係會令自己不斷咁樣向自己下咗一個指令，就係我要低頻。咁靈性上呢，有一個好真實嘅規律，就係你相信乜嘢頻率，你嘅人生就會顯化到啲咩結果。當你呢長期否定緊自己啦，你嘅氣場呢就會變緊咗啦，變沉咗啦，同埋變得封閉。你嘅機會呢亦都會變少咗，你嘅人緣呢又好似會變到卡咗，你嘅運勢就會好似停滯咗，卡住咗。明明你就好有能力，但係呢總係覺得自己發揮唔到出嚟。好多高敏感啦、善良啦同埋內向嘅人呢，人生呢其實都唔係好順嘅，因為全部都係失敗喺自己太識挑剔自己。咁好啦，咁我而家呢就會幫你拆解3個最常見、最隱形同埋最耗能量嘅模式。第一就係做事之前呢，會先預設自己失敗，即係譬如做嗰件事都未開始，咁你就會諗啊，我可能呢都會喺呢啲地方做得唔夠好啦，我呢都可能會搞彎咗件事，或者呢唔知其他人我做完之後會唔會認同我呢？咁呢啲預設嘅畫面呢，就會將你直接將高頻嘅機會呢推走咗啦，因為你只係專注喺一啲低頻嘅能量入邊咯。第二，你做完事之後呢，你淨係會睇到自己嘅缺點，而忽略咗自己嘅優點。人哋呢，明明已經覺得哇，你好勁噶啦，做到呢件事好叻，但係呢，你自己就不停專注喺啊，我仲有邊度未做好呢？我有啲咩仲未夠完美呢？我仲有邊一度仲可以做多啲呢？咁其實呢，
呢啲嘢就會讓你嘅潛意識呢，永遠都會處於一個不足啦、匱乏啦同埋唔合格嘅狀態。第三就係要習慣將所有嘅錯都攬咗喺自己身上。其實呢，你就會有時喺度諗，關係唔好係我嘅錯，事情唔順都係我嘅能力差，人哋唔開心可能都係我嘅問題。跟住過度嘅負責啦，過度嘅自我反省啦，會令到你嘅能量呢長期處於一個緊張、自我懲罰嘅狀態。咁我而家呢，就提供3個可以每一日做嘅高頻修復嘅練習。呢3招呢，唔係一啲心靈雞湯，係一個真正能夠翻轉你潛意識嘅方法。練習1就係中斷所有舊嘅思維，咁你一中斷咗呢，就會立刻止跌㗎喇。咁當你嘅腦袋一出現我唔夠好，我唔得，立刻你就要喺心裏面講一句，呢啲係舊嘅負面嘅習慣思維，唔係我真實嘅我。你一定要咁樣去肯定呢件事，你嘅大腦就會馬上停止咗低頻嘅循環，而且能量立刻會幫你止跌。練習2就係要真實咁樣去自我肯定，重救翻你嘅潛意識。咁唔好好空泛咁樣呢講話，我自己係最叻啦，我自己係最強，咁樣唔得㗎。因為呢，要用真實嘅事實去肯定自己呢，潛意識先會食到呢一個能量㗎。咁每一日呢，其實瞓之前要講3件事。我今日已經有盡力咁樣生活咗，我今日有善待自己，同埋我今日都有善待其他人。我願意成長，我願意變好。真實嘅肯定呢，就會慢慢咁樣呢修復你低頻嘅自我價值啦。練習3就係停止比較嘅頻率，人哋嘅進度啦，同埋人哋嘅收入啦，人哋嘅人氣啦，人哋嘅運氣啦，其實同你靈魂嘅時間軸係完全無關嘅。你只要一比較，你嘅氣場就會即刻散晒，跟住頻率就會亂咗，內在嘅穩定亦都會消失，自我嘅懷疑又會開始。所以記住，你嘅人生其實係同其他人無關嘅。咁真正提升頻率唔係瘋狂咁樣冥想，亦都唔係去買好多水晶，係要先停止自我攻擊，停止自己攻擊自己。當你開始溫柔咁樣對待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接納自己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機會會變多咗啦，心情變輕咗啦，同埋事情都變順咗，運勢就慢慢回暖咁樣，慢慢咁樣就會覺得個運氣越嚟越好噶啦。咁大家如果中意我嘅分享，記得要支持我，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同埋開小鈴鐺啦。咁我下次再有分享嘅時候，大家就可以第一時間去睇啦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